袂去，我来行行。小花，你免骗我，你是毋是要搁去谈恋爱？这今仔日是9月10号，就是杜永清甲齐永坤决斗的日子。你是毋是要搁使用什么诡计啊？对，你莫讲遐尼歹听好吗？就算讲我来去断婚来看一个老烈，啊，你敢无算唔着心？敢讲你干那要去看老的？今仔日若毋是你跳我，齐永坤甲杜永清，伊若袂伫咧谈婚来决斗。我是为着……好，你莫搁讲，你确定是我是无？我要继续扶持这个君主，一个有志气的小贩，想会到你，你竟然做这款小人的行为，刘玉，你莫搁叫我！你今仔日，你若决定要去断婚来，你莫搁甲我转来，你我中间将出一刀两断。我记录了，无爱继续贪你这个少年的后生。好，好，我莫去，我莫去，安尼唔就会用的。我到底要开始啊！久违了，听说大董主佢再度开放，可喜可贺。你我今日聚会，乃是武林大事，大某就气度不良，对庄主太不尊重。大董主请还了，客随做便，大某今仔日来服用，应该请齐庄主。董主记着，齐某不敢失礼。今日聚会应酬有效，是点到为止，或者是以命相搏。请听尊便。以大某之见，你我并无亲手大婚，唔免就爱拼甲你死我活。齐庄主意下如何？大董主的意思，正以齐某不谋而合。不过，今日聚会一定要分一个胜败。假使若败一方，是要如何自处？齐庄主有何高见？大董主，齐某若是败在你的刀下，这日就该散仁爱山庄，下发为征。齐庄主，何必就这么严重？大董主，齐某无一定会输啊！好，既然齐庄主安尼讲，大某袂用个无承诺。只要齐庄主若会当胜过我的昆仑刀，我就当场自废武功。好，一言为定。
我爹。等下，阿爹，你甲大乡亲过招，根本就还未分出胜负啊！这场决斗，无人法度看出胜败，只有我甲杜行清两人才会当知影。爹，敢讲你输啊？这就是杜行清刀下留情。若无车，我今仔日毋是死，都爱当伤。爹，杜行清心存厚道，永远守到这个秘密，唔肯互甲无人知影讲我去败伫伊的昆仑刀下。也不过，我饲永坤一落千金。敢讲你真是要解散林爱山庄，放上查某囝去出家吃菜心？这无定是天意。爹，查某囝无安尼安尼做。便是，别人未了解，敢讲你也未了解后只也信。小红，你我虽无输多情，也3年相处总有情啊。
愿你照顾，莫听死啊！叫我的照顾。七杯冰的，可是我的心中啊，难无你来度的我用啊。七个的金毛女啊，要做出家，叫我愈啊好啊，敬伊输的命啊。小红，我饲英坤，这生中最后一摆来拜托你，无论如何，你都唔通提输。小红，你也仁爱善终，已经有3年了，3年的相处，时间应该算了袂短。我相信，你也一定会当了解到我的查某囝。我希望你会当来看顾伊，互我无顾无虑，放心来去出家。爹，爹。小环，现在七宗主已经排在杜行清的手下，从仁爱善终拢已经解散，而且伊阁出家为僧，这拢是你了出来的好。谁叫伊义不如人，竟然用怪在我的身上。本来七宗主伊就要介绍断婚牙的制约，若毋是你兴风作浪，今仔日七宗主伊也袂落到这款的下场。我本来想要借池永坤的力量，来毁杜行生一生的英名。谁知影池永坤只是一个赌友虚名，武功遐尼正歹，竟然不堪一击。这毋是七宗主伊的武功差，这是杜行清伊的武功见高。小环，感觉你还袂死心？杜行清也免伤得意，池永坤无法度通对付伊，还阁有我。你也毋放弃？因为袂当使我后壁搁再有倒腾。小环，七宗主，
成祖，你何必这么认真呢？君主一言说出，驷马难追。敢讲在断婚崖上，假使若我胜利，你敢袂到当场的所在，自废武功式？大同主，你我拢是圣城中的人，言出必行。断婚崖之约，承望你多下情。慈母已经感应不尽，哪通阁留家你来这个所在看我？真是愧不敢当。启宗主，所以我离去，你叫我以心何忍，以心何安啊？你唔通安尼讲，我起码定都感觉心安理得，无什么牵挂。哪呢？恋爱呢？我已经交代予凌霄峰了。足嘴大的啦，我嘛来去病工讲看有啥物茶啊是水通啊啉无？无问题，为着你，我足实煞。小王啊，后晡你倒来等，我来讨水互恁食人吼。哎呦喂啊！倒来等候啊。师傅，咱唔讲话啦。哦，什么话通讲？恋爱善终已经也解散，市政府出家，要有小姐你，这定完全就是我小芳引起的。是，你唔通安尼讲，这边哪会去怪你？你应该为咱的将来打算才对。将来，是啊，我想要来去找找迄个无名氏的老人。无名氏，小虎，你还会记得阮阿爹伫厝内所讲的迄三支铁棍的来源无？会，我还会记。你是讲20几年前，有一个人举铁棍去刺恁老爸的功夫，地草犁啊，穿草的迄个老大人是？是。无人知影伊的姓名，所以江湖上拢称呼伊无名氏。伊的武功目测高深，假使若是会当得到伊的真传者，就有法度通我拍败大行星。代表，你是讲我要讨回阮阿爹伫断婚崖所受的体谅，拍败大行星。代表？你讲这个无名氏是生做什么款，住伫什么所在咧？
大兴清的查某孙啊，大雅英是无？死是要安怎？莫非你是饲永坤的女儿饲培兵？无对，你若讲拍败阮阿爹，今仔日我要回一个你的刀法。嘿，你两个不要来！嘿，加油！加油！以后你袂抬。开啊！嘿，加油！你啊，会不？以后你袂抬。梁小红，你要跟我俩咧回台，我你。加油！你给我明白，我听你讲的放开啦，你莫插我嘛。但是可解不可定那样，你个性哪真会才屈强？我听你讲，莫插我。加油！你做事要听我